各位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我相信喺啲客家人嘅飲食生活當中，有一項調味料對生人非常嘅重要，比如講豆油，你清經典嘅炒肉。 是不是天朝愛加豆油，這個不加不行的。然後我平常時食嘅乜嘅麵啊、飯啊、也都滷肉、控肉也都，全部都有用豆油一項東西。古時候人做的第一，豆油其實唔單向對人客家人，對亞族人來講，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飲食的一個元素。古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呀，做豆油，按多種豆油，今日要來分享乜嘅豆油呢？本大家一個驚喜吼，等下再同大家來公布。先來分享今日節目裡頭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有用豆油嘅呀，這個調家伙富德堂分享。大家好，我係富德堂。當歡喜來到這個地方。好，分享富大哥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係佢講嘅乜嘢？分享傅金勇分享。大家好，我係傅金勇。今日當歡喜來到呀。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而且其實係我嘅同鄉，強拆所太都係公館來嘅，對不對？隔壁鄰舍。隔壁鄰舍聽聽，故說當親切嘅感覺。唔過好也對我來講，按熟悉嘅鄰舍，基本要我來同我分享也豆油，也豆油吼，我真嘅係從來冇食糖過嘅豆油哦，做乜嘅呢？按到飯豆油，對不對？係。哇！飯豆油係乜嘅想法？想到講我攞飯豆拿來做豆油，韓國唔係飯豆口味嘅豆油哦，對不對？我想我一開始看到我老豆講，係唔係呀豆油啲都有加呀飯豆嘅味絲？結果唔係哦，唔係哦，全部係用飯豆做嘅，因為飯豆第一當香有特別嘅香味，第二佢係一種營養價值特別高嘅。一在人家客家人日常嘅生活當中咧，主要豆一個飯豆，故所要做飯豆嘅擂茶，個飯豆做一個豆腐，個係要人家將乜嘅神散啊，要做生意啦，要拖線橋啊，做一大糍粑，嘅碗咧嘅飯豆糜，個係要飯豆呢。佢嚇有一種硒元素，一個元素呢係一個人體生命發通地位啊，當重要一個微量元素，係，故所我有安尼特色，我就用飯豆嚇來做豆油，係，我希望講嚇一個飯豆油嚇能夠將同化啦、客家花布啦，能夠代表客家。真嘅，你剛剛安陽講嘅，就真嘅想到講，真嘅呢，對客家人嘅日常生活當中，飯豆咪係當重要會食到嘅東西，甚至可能田順豐都有做，是我們很常見的這個農作物，就係飯豆。韓國飯豆竟然再拿來做豆油，係完全規個那個豆油都係用飯豆做嘅，唔係有蠶啊、假啊嘛嘅黃豆嘅嘢料，完全。按做飯豆油嘅就係全飯豆做嘅。對。天哪，我實在是太好奇了，因為我一開始聽到這件事都沒有辦法想象。故所也喺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分享。我也盤底度有豆腐啦，係本來綁嘅係冇？對。係本來綁豆油，一下就來試看啊飯豆油係乜嘅味絲哦，先來試看啊。這個味絲冇像一般食到嘅。豆油嘅味是按蔥、下淡一些些咧，然後遠咧又配到一些些咧飯豆嘅香味。好，接下來試看下哦，來椰一顆咧。哦，因為它家底後飯豆有一種那個很特殊的堅果的香氣，那個堅果的香氣就啲啊豆油底度愛做得食咧到。然後豆油唔會死鹹，還有一些些嘅甘甘甜甜嘅感覺。故所也自己係全飯豆做嘅哦，好難想象哦。等一下，我還要再，好特別哦。因為我真經忙實實個按用有飯豆味絲嘅豆油，然後又是用一個另外一個
就是不是用黄豆做的调油，最近本来吃到懂 TPA， 可是像按用嘅反调调油啊，你要得咩 TPA 因为是全酿造的酱油，可是像按用嘅反调嘅来源，你要得咩去起家去请咩？嘿，比讲讲，因为我们是那个在地的新兴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跟在地的小农做一个合作，所以原料的部分呢，通常都是以契作的方式去合作，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合作模式，可以达到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概念啦。对，没错。那就是花生，可能大家都会去想到可能有黄曲毒素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要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黄曲毒素呢，它生长的条件是要有一定的湿度跟温度，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污染源。那基本上我们在跟小农契作的时候，采摘之后、采收之后，直接都是进冷藏冷冻库，所以原料管控的方面，基本上是不会有这样黄曲毒素的产生。那到后来甚至是酿造或者是产制出这一罐花生酱油，那经过检验都没有黄曲毒素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安心来做使用。因为讲大家虽然会担心黄曲毒素，但是黄曲毒素亚件事情，嘿，因为有不安全的存放条件，或者是可能有一点点坏掉的状态，它才会产生这个黄曲毒素。在安全的保存方式，刚刚讲狼虫也还讲狼冬，它是不会产生黄曲毒素的。对，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享受这个反调带来给后米西含够它的营养价值，对不对？没错。所以现在就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反调给调油验来反调没做得做调油，希望把它变做安利的轻油推表新的商品，但将推表客家，没推表人的自家的品牌嘛，对不对？唔过除了呀反调嘅调油以外，呀清传统嘅调油也都含黑油滴嘅做哦，像是这个青仁黑豆的酱油，唔过就爱滴啦。像爱用嘅青仁黑豆的酱油，其实咩唔咩青豆人做诶，咩小部分人滴嘅做诶，错冇？跟人家就做嘛，跟咩爱来做青仁黑豆的酱油呢？一般来讲啊，也有体味有分做黄仁的有体味，或安尼强仁的有体味。那我们一般在外观上面，其实它都是黑色的外衣，只是说它的里面的豆肉它可能有黄色或者是就是绿色的。对，那我们选用青仁黑豆呢，其实是就是看中它除了豆香比较就是浓郁之外，那其实它的那个微量元素的部分也是非常丰富。所以因为我们在有酿酱油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希望以一个健康为诉求的一个方式去经营，所以在原料的选用上面，我们会希望是用一个比较健康，然后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材料下去制作，这样子。加哈色豆这个青仁黑豆的调油，同加哈嘅反调嘅调油，咪是係完全冇共用嘅。比如講像呀，它就有调絲嘅咪是耶，对，就是那个豆的味道，你就很明显知道这个暗涌给调油啊。不过暗涌给调油，我觉得两种酱油都有它各自不同的处理运用方式。对，比如讲像暗涌给调丝米哈虫的调油，我可能就很想把它拿来卤肉，对，比较重口味的一种烹调方式这样子。但是像刚刚的反调油，我可能就会把它拿来做和风酱、沾沙拉，对，或是拌面。拌面，对，有人喜欢用，对，有人喜欢那个面线，对，如果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他可能穿烫一下面线，然后加这个，就觉得很好吃。加一点点蒜头末，对，好好吃哦。对，古时候你看哦，用这种铁色嘅调油做得有无共用嘅米丝，做得做无共用嘅搭配，不过共用都系调油。两种嘅材料做嘅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做调油嘅方式係共用嘅。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做调油嘅几个步骤？一個調油哈，調味買進來以後，要洗過，要洗，要唔好調味脫碳。過佢煎嘅3-4點鐘嘅，咁來煮哈，可能要1-2點鐘。煮按久哦。好，要煮比完全要熟。
过会将冰变凉，冰凉，冰凉了以后呢，摊开来冰凉，凉了以后呢，当布曲，就是那个你看到冻到一盘一盘一堆一堆缝缝的，对，跟你搅落去，搅落去呢，装那个上的地摆，有恒温恒湿，温度要到30度以上，到35度，嗰個濕度要70度，嗰度會變發變中強，經過3日後呢，當我完成了以後呢，嗰種葉暗講，要攪壓，係我係用乾式發酵，我冇用液態發酵，對，嗰個6日以上了以後，再拿出來，去煮。但是呢，我煮的時間呢，我冇冰甜味劑，我全冇用化學嘅，故所冰到甘醋來提味，係啱呢，大家食到健康，嘿，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也貴嘅做體育嘅過程。不過第一度我還有動到問題，想要來問也副太哥韓國金融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過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純釀造的豆油，韓國係苗栗嘅豆油哦。我之後同 TPA 嘅係剛好有同大家分享到 TPA 油也飯豆油，係我從來冇食聽過、冇食過嘅正經同 TPA。唔過剛好節目當中也副太哥沒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做豆油嘅過程當中非常多。韓國有一道我家下談起來，同我頭擺學習到也係講韓國嘅無乜嘅功用。比如講，我家下講在那個布曲的時候，那個愛本嘅豆嘅一粒一粒全部都溫到這個曲菌嘛。韓國愛本嘅布曲，那這個布曲的時候，人家就會用到 TPA 嘅發酵香底度。中華嘅 TPA 老幾用到發酵香底度，到一般嘅反應度紅，做唔得係。哦，一個。不管乜嘅植物也係全，有一定嘅溫度、濕度，將做得去成長。故所呢，人家天時特別冇重要，一下寒一下熱，一個全啊就冇辦法生，一個生來唔好會失敗。故所一聽到都發酵香底擺，嘅溫室中的花朵嘅皮保護它、呵護它的感覺。就講有溫度，有30度。到35度，一個濕度要保持70度，你就會生來當好，就唔會失敗。做出來嘅東西一當好，咁會香。像有菌呀這種東西，大家就會懂少啊。因為就像我們簡單一點的好了，我們會做優酪乳嘛。做優酪乳會倒那個一樣是抑菌進去啊，倒給好嘅菌落去以後，它就會長出優酪乳嘛。可是迄個你係冇生意，他冇注意，壞菌落去嘅，佢就會規劃嘅失敗。那做豆油係唔係強用有按用嘅？係強用嘅道理。不管乜嘅做要強用，要按呢溫度濕度保持，控制後，確保它複製的都是好的菌。對，不會是有壞的菌這樣子。對，我這邊補充一下是說，如果說是有可能雜菌影響到這個布曲的過程，那可能外表的顏色可能就是灰色或者是白色，那就不是一個健康豆曲的一個狀態。那我們如果說用這樣子的豆曲入甕去發酵，那產製出來的產品，你如果短期來做食用，可能不會在健康上面造成疑慮，可是長期下來，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擔心。對，所以健康豆曲的顏色其實是黃色的。黃色嘞，從亞哈天師當個看到嘅，就是正確的豆曲的顏色是黃色嘞。對，不過可能如果有雜菌，就是會有其他奇奇怪怪的顏色。超壞壞，按拍拍，唔係當講嘅色。哦，故說呀。鋪椒係青蔥油嘅鋪椒哦，要注意，對不對？除了呀，因為剛剛沒有講到講，在最後再發酵的方式是用乾式發酵，也同我頭擺看到嘅冇共用，有冇共用嘅？因為我頭擺看到嘅豆油係太高就點嘛，撞到暗光底度嘛，嘅一碗的豆油，唔過底度嘅打開來一看，都係有凍到水分呢。
那个也是在发酵的过程啊。对，没错。哦，那就是跟干式发酵不一样喽，对不对？无香用嘅方式，要同酒香样，嘿有的会高粱酒，没用干式发酵。哦，但是湿式发酵、液态发酵也可以。哦，嗰但是种能够跟他讲嘅係液态发酵。对。哦，人家就係用干式发酵。对，一般像高粱酒干式发酵，做在发酵机下摆，哦做出来高粱酒当好，品质当好，当贵。用液态发酵也可以。所以要係無香用嘅發酵嘅方式，對你要得限干式發酵的原因是什麼？總嘛該不會用按用嘅方式來發酵？因为干式发酵，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可以发酵的比较完整、完全。那也就是说，经过至少要6个月的发酵期，它才可以做后续熬煮、调制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自己是认为。液态发酵跟这个干式发酵选择上面，我们是会比较倾向干式发酵这样子。6個月，半年当做的煮，當久。哇，那我就想到跟你一開始做反跳跳油嘅時間啦，對，反跳跳油嘅時間，你在嘗試在實驗的階段，你就會等半年。因為哈，那個反跳跳油哈，沒有文獻和參考。對。冇人做，我說愛試驗，哈，不管乜嘅試驗，要標乜嘅東西，按來叫標，要標一度嘅，要經過一關一關嘅試驗，要最少要6張嘢，這樣試驗。我說1擺有失敗，2擺有失敗，當多時間。失敗2擺1年就冇睇咧。對，這樣試驗2擺，天天，我說當久嘅時間來試驗。真係冇按簡單，做呀純釀造的醬油。故說按辛苦研發的結果，按好品質的東西，當然愛本大家知。啊，不過大家市面上做得鮮的調油，做得賣的調油真見太多誒。故說，今日節目當中會來同大家來分享，純釀造醬油的實驗，這分辨的實驗。雖然一直以來都有當人、當專家搞大家用無香嘅方式，我知道最簡單的就是看泡泡。對，沒錯。對，這是最容易執行的。你去到 Noble 一買調油以前，呢可能在醬油櫃前面就很多媽媽在那邊搖醬油，看有沒有泡泡。但是這個方法有可能沒冇見得100%精準嘛，對不對？今天這個金融 TPA 要來幫大家做這個實驗課咯，要準備什麼東西呢？我們要準備試管，含個低度種的無香用的調油。然後這個是酒精，這個是酒精。那建議大家是用75%以上的酒精。今天我們的酒精是95%。哦，95%的酒精。對。1包嘅度後，因為疫情，大家家裡應該都有酒精，我們就可以老夫卡低度嘅調油拿來做實驗。像我們現在這個第一管是市售的醬油。第一管對市售的醬油，對，中間的是花生醬油，對，然後旁邊的是你們家的黑豆醬油，等於說這2管要2管都係亞布卡嘅有釀醬油的，只有這一管是市售醬油。那我們是這個比例要怎麼搭配呢？酒精跟醬油的比例？酒精跟醬油的比例，一般來說建議大家醬油是1，然後酒精是4，好，以這樣的比例下去調配，可以比較容易看出什麼是釀造或者是非釀造這樣。好，那我們現在裡面已經有1的醬油了，我們來到4的酒精倒落去，然後要給它一點點反應時間。好。好，我們現在已經了呀3罐嘅調油，全部就加酒精，要把它搖一搖嗎？可以搖一下。我稍微把它搖就較夾，搖就較夾。對。愛小口的老弟搖啊，好像搖不太到下面，我稍微把它搖一搖。然後我們等一下繼續來打嘴鼓共體，再過來。看生了要怎麼去分辨，到底怎麼樣是釀造，怎麼樣是純釀造，怎麼樣不是純釀造。是。那其實像按用嘅調油啊，一般來講，即使我們買了純釀造的醬油轉到不卡，我們最擔心的就是用板老幾來報損。
比如讲，豆豆你就会讲，纯酿造的酱油需要放在冰箱里面保存。啊，不过像我带到台北，我去冰箱就冻死啊！我冰的一罐调油，我还有很多罐要冰呢。你知道，我还有酱油，我还有番茄酱，我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瓶瓶罐罐，都会留去冰到冰箱底度。啊，不过谈讲亚布卡嘅调油，不是不用冰箱。对，我们家的酱油它不用放在冰箱做保存。为什么？对，你使用完毕之后呢，就是开封完，然后使用完，然后把盖子锁紧，然后置放在常温阴凉处，不要就是直射太阳，这样就可以了。那我的建议还是，既然开封了，就要赶快使用完。差不多，比如讲，按你一罐，你希望大家多久以内老几十天？我觉得3到6个月都可以啦。啊，那可以啦，可以。它赶紧是调油是冻酱啦。对。3到6张捏压一罐，这个很容易呀，很快就吃完了。不用太久，因为它是纯天然，没有不用防腐剂嘅。对，但是其实要讲一下，因为啊吼，做嘛唔是不用到冰箱，因为人家有讲过，and调油做成油加酒，有加入酒的元素在里面。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产制的过程当中，因为是酿酒起家的嘛，所以也希望在发想这个酱油的时候，也希望把酒的元素带到这个产品里面。那在产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加入酒之后，它不仅加成了这个发酵的香气，那也达到了防腐的一个效果。对，又暗度好，用天然嘅方式，每迄年就自家本身嘅专长，头摆做酒，也下做调油，然后头摆用过青素丝嘅东西拿来，推一下嘅产品来做清好嘅加分。然后还有这个实验还蛮做的咯，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转来再跟同大家来分享实验的结果哦。好，分享大家有真的福起来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純釀造的醬油也調油吼。家下上一趟嘅講聲農民啦，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吼，沒有哪個一種方式做得來分辨也算來係唔係純釀造的醬油，就係用這個調油1比酒精4的这个比例，我们加到控下，然后呢，然后给出啊，看价个化学变化。我们刚哈给营地送一团，把这个酒精跟酱油加到控下，然后做得来看一下呀3罐调油的变化。也知道最明显、最清楚的是这个第2罐花生的酱油，对不对？对，花生的酱油它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就会给低度有冲。给蜜寿同共用，对，没错，它会有像粉的这个，算是它的沉淀物，它的营养的一个物质啦。对，因为酿造酱油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曲菌它会跟原料做一个反应，那会有一些蛋白质跟氨基酸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用这个实验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说，我们沉淀的越多，那它的营养价值的部分就比较丰富。对，古手有看到按用粉跟沉淀物，就表示说它是纯酿造的酱油。是，那像是市售的酱油，如果它不是纯酿造的，它最后呈现的反应会是什么？会是怎么样的沉淀？第一，你可能看不到它里面有所谓的絮状物，就某粉嘅东西耶，可能沉淀下来，你只能看得到就是颜色的部分。对，那我们就可以思考说，看到这个颜色，那它是不是有加一些所谓色素的一些可能？对，按用就表示讲，加个底部一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它的营养成分没有这么多，对，没有这么多，所以它不会产生那个粉的东西。对，没错，不会有这么厚的沉淀物。对，因为节目时间短，刚刚都压差不多经过1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变化并没有这么巨大。鼓手太搞做的转豆腐卡做实验，你就把它放到透明的瓶子里面底部嘛，然后给搓啊，然后不用一直按补，你可能就会看到更清楚的变化。对，
对，鼓手同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方式来分辨纯酿造的酱油。刚刚上一团没有讲到吼，其实阿爸爷豆腐卡吼，头摆迄做酒的，做酒做啊，也哈来做头油。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你看全苗栗，应该唔滴有其他嘅做头油嘅，请你一家听听。都苗栗，我底下迄无啦，嘿，因为特别爱去做酒，做嘛我改过做头油，因为酒哈有洋酒，有台湾一个研究公司做的，品牌当多，也压缩爱到小酒厂的卖的地方都压缩起来。我说想办法，让我来做配方，来打出一市场。我想特别我细的时间呢，我未也做过头油，因为我迄装置，所有买个西做我的天数。我说我做起来哈，驾轻就熟，我说就做，但是呢，特别也冇用防腐剂，冇防腐，也是纯酿造的啊，但是呢，特别要上古，但是以下标准来讲，你上古就做唔得啦，就想办法让我来，唔会上古，做得标又冇防腐剂，来研究，做得开发一个冇防腐剂的头油，系安的。嗰种经营当中，听说咩出现众多困难吼，对呀，做酒都要下做头油。嘿，嗰种我当感情啊，摸一团天数。真的都冇简单呢，就是按后上，然后来接按用，来传承啊呀事业。韩国迄头摆就做嘅，一样都是发酵的工作，对做酒也哈做头油，古时候没想要来摸一下金融，你去甲像你呀哈迄后上人，真都不卡来天数，不卡接数，差不多真经完全投入，差不多有半年嘅时间呢。你去甲吃到伫经营上，像按用去甲细细嘅一件工厂，会遇到乜嘅困难？一件品牌会遇到乜嘅困难？我觉得我分2部分来说好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在技术层面这边，那其实父亲他的这个经验很丰富。那我也很感谢他，就是在退休享清福的这个年纪，还愿意手把手的开启一个新的品牌。没错，就是为了圆我一个梦想吧。对，所以在技术传承跟这个制作的一个精熟度，其实已经算是很稳定了。那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所谓的第2个部分，就是在行销通路的这个部分。那当然，父亲也是就是很有心的带我一起去店铺拜访啊，然后去拓展知名度啊。可是受限于我们是就是很新的一个品牌，可能比较有在市场上出现，也是这2-3年的事情。所以在销售通路上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做发展。对，所以在行销通路这边，我是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对。对于自己的新的品牌来讲很困难，但是你刚刚讲说算是爸爸圆你的一个梦想，是不是？对对对。怎么说？因为就会觉得，毕竟爸爸就是创立了这个酒厂，那我是2代，那他做酒的技术也非常的纯熟，而且这个酿造酱油又是这么特别，那除了是无防腐剂之外，又有一个新的品项出来，对。那我觉得如果说在我这一代就这样子。消失了，那我是觉得很可惜。那不如我就来试试看，趁着就是年轻的时候来做一个就圆梦的一种感觉，就是有点类似自己接手一个品牌，然后把它做大，对，做好的这种感觉。对，哦，娘们也好有企图心哦，真的。你看，古时候按有自家的东西，自家的产品，还自己研发的按特色的。饭条条油以外，其他都原本做酒的东西，咩冇甜饼甜，咩冇唔记得咯。比如讲像爱用的凤曲、走马，其实我有点分不出来，真的要咸州嘛，该啊客家话。也系客家凤枣。凤枣客家凤枣。客家红枣。客家红枣。也唔咩一个红枣酱。红枣酱哈有啲嘅咸。嘿。哎呀，客家红枣哈唔会咸，也系同。酒，個鳳曲，個糯米，3種哈，發酵成呢，有啲啲的甜，又帶酸，好酸，它是一種
机能性的食品，就讲健康食品啦。哦，伊煮得颜色，煮得做料理，如猪肉也对，煮做的。而且它有那个小米酒跟甜酒酿的味道。对，它是用酒一起酿，唔会细哈，木ham。用色就懂后色的怎么办？我很想一口接一口，忍不住的把它吃掉。一般来讲，我用的来用到料理当中。一般如讲。红烧鸭、红烧肉啦，做料理要做得安尼食，要做得出家拿来食，放饭也得。对，就讲较健康啦，对身体各方面啦，较健康。因为伊迄发酵健康食品，发酵发酵过后嘅东西，故说对身体健康係好嘅。对。哦，故说像按用嘅东西啊，按好嘅东西，迄讲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上二来多了解讲，甚至讲上二来买嘅话，做得用版去请到nhà的。目前我们都是在网络销售啦。那实体通路的部分呢，目前是可以在那个公馆农会、苗栗的公馆农会，还有新竹的新埔农会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对，那剩下就是网络销售的部分，你可以就是搜寻我们家的品牌有酿酱油，就可以找到我们。哦，对，共同两个品牌，这个有酿酱油跟油压榨丝吼，我觉得很好奇，嘿，爸爸on跟명哎，对不对？你这国文造诣很深哦，这个字我光是看到我还不知道怎么念呢。那个有哈，那个数字拿出来打 EO 有三声有，做前面度，唔係講前度。我一想說是什麼古字，冇看過嘅詩。也係頭擺商朝時代，哈，那個裝酒的器具，很多有器，對，叫做有器。就講用酒來釀造，意思就係安尼意思，用酒來釀造，像那個紅糟啊，嗰那個調油啊，用酒來釀造，可以防腐，對身體健康，唔好食到防腐劑，係安尼。故說按用跟명誒，每老年的個故事，整個脈絡都帶出來了。對。哦，故說同大家來分享對苗栗來嘅按用嘅調油嘅品牌，唔但搶油調油，也是做酒專門嘅做出來嘅調油哦。故說什麼兩位、什麼阿爸、什麼金庸來同大家分享下頭嘅故事，謝謝。好，按子說大家講來了。好，咩什麼電視機頭前大家嘅舒緩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